Kelly Tiffany, welcome back！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这期视频我想给大家聊一聊颜色用毛利语怎么说。前一段时间我在 TikTok 上面创作了一个关于颜色挑战的滤镜，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。那也有朋友私信我，他们也想参加到这个滤镜挑战中来，但是他们不太知道用毛利语怎么说这些颜色，所以这期视频我带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颜色怎么说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颜色这个名词的毛利语是 tae。那很多颜色的复数我们之前讲过，在前面加 nga， 所以连起来就是 nga tae。那如果询问这是什么颜色，我们使用这个句子，它的读法叫 heaha de tae o tienai。这是什么颜色 ？heaha de tae o tienai。那么我们学完这个句子以后，我们来依次学以下的颜色。第一个颜色非常常见，叫红色 phthalo， 红色。那下一个颜色就是橙色或橘黄色，叫 karaka。下面一个黄色，黄色是 kofai。那 kofai 在新西兰本地也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黄色的花朵，它一般在春天的时候盛开。由于它开出非常美丽明艳的黄色花朵，所以黄色就用这种植物来命名 kofai。下面绿色 kakariki， 绿色。然后下面绿色之后是蓝色 kikorangi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深一点的蓝色叫 kahurangi。好，蓝色下面是紫色，紫色叫 waipolo， 紫色 waipolo。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听到人们管紫色叫 polo， 或者是 tawa， 也是紫色的意思。下一个颜色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颜色，白色。白色是 ma， 白色。下面说完白色，与它相对应的颜色叫黑色，叫 pongo。还有一个另外的单词也是黑色，叫 mongo。好，接下来粉色，大家记不记得白色的单词？我们刚刚讲过 ma。那第一个我们介绍的单词红色，对，就是 phthalo。那在毛利语中，粉色就是白色和红色的结合，把它们连起来读叫 ma phthalo， 粉色。好，我们下一个棕色，棕色用毛利语是 paraone， 棕色。好，下面最后一个灰色，灰色用毛利语是 kiwi。这就是以上我想给大家介绍所有的颜色啦，大家学会了吗？那接下来我来问几个问题，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，就請把答案寫在評論區吧。heaha de tae o tienai。关于记住颜色呢，也有一首非常好记的毛利语歌，它是这样唱的 ：Toru fa ma is white, phthalo is red, kakariki is green, pongo is black, mongo is two, a e o u. Kofai yellow, paraone is brown, kahurangi is blue, karaka is orange, a e o u。希望这首歌曲可以更好的帮助你记住关于颜色的毛利语。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，かけちゃやる。